都袂晓讲。嘿啦，庄脚囡仔较袂晓讲迄，妈妈我爱你迄啦，你讲啥物迄种诶，咱讲袂出来啦。嘿啦，妈妈细汉是真疼你。我咩拍死诶！阮较严啦，对孙甲干仔孙伊就袂咯，大家就做好诶，拢咧做工啊，阮阿母拢咧做工。我真早就拢做工，啊嘛就爬，对。啊我家嘛爱爬。你話嘅哦，嚇幾站啊？十幾站的啦，120站的啦。123站。係啊，啊台北的哪有咧細度？我台北只走透透呢。安那啦，叫。好，我帶驚人食。有啦，阮媽媽是真辛苦。